奉勸大家牙疼唔咪硬頂。老患者陳俊良半年前就該掹牙，因賽事延後治療，牙齒發炎嚴重，牙根頂穿上頜，差點跑大醫院，萬幸條件可控，當場安排掹牙。但是他這個骨頭已經很糟糕了，是有穿通了，輕輕的就好了。他這個積液多，反而不用擔心他們破膜，不用擔心，這個牙拔乾淨，牙齒剛剛都好。你說破膜是不是他說的他？剝咗之後會有點湯鼻水，可能會從鼻腔流出鼻涕會從這裡流。健康的反而更嚴重，你這裡面現在是積液，上頜竇炎它的膜已經增厚了，裡邊有很多的積液啊，積液就你現在看到這個灰色的全部都是，對，所以它很厚，它反而不存在我們之前講的破膜之後通氣的問題、漏氣的問題，反而沒有。所以你這就正常去拔就 OK 了。但是呢，你這幾天還是要多注意，打噴嚏啊、吸煙啊、火車呀、飛機啊這些稍微注意一下，其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還有我問一個很小孩子的問題，是不是我脫完以後可以留下我的牙齒？可以啊，這本來就是你的啊。我們會問你要不要保留，發給我媽媽。你如果你要保留的話，我們就會給到你。如果你不保留，我們也是當醫療費用就要了。好的。我曾經咧就有一啲嘅學生啦，或者有啲朋友啦，佢唱歌永遠都唔打開個嘴。點解咧？因為佢哋啲牙好有問題，啲牙歪晒啊，爆炸牙、爆牙啊，啲牙漏風啊、唔整齊啊、黃啊，甚至乎佢哋即係笑容係唔靚嘅，即係咁樣都冇問題，一笑啲牙就唔健康。咁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咧，嗱，首先一樣嘢我真係唔係賣廣告，但係我只係真係覺得好感謝我媽咪啦，即係俾我生啲牙都算整齊，我就可以好投入去唱歌，擘大個嘴。但係我好鼓勵一啲嘅小朋友或者已經啲牙發現有一啲嘅需要有比較整齊啲咪乾淨呢個狀況嚟講咧，我好鼓勵你哋應該有一啲比較一啲好嘅公司去到檢驗你牙齒，去到令你牙齒去到更加整齊啦、潔淨啦，同埋因為始終我哋都市人咧太忙啦，因為始終我哋中國人嘅體質真係唔講得少，有陣時候你今日去食啲熱氣嘢，聽日食啲涼嘅嘢又撞咧，啲牙都好脹痛。你要食其他嘢咧，就好容易攝到牙，即係牙周病出現。我曾經有朋友因為有一啲嘅牙周病，令到佢啲牙鬆咗，唱歌從此有漏風啊。咁佢改善唔到，咁點好咧？即係短期之間改善唔到嘛。咁所以應該要有啲好好嘅專業嘅公司，同埋好好嘅牙齒嘅即係復原班啦，令到自己唱歌更加會企理啲啦。同埋個嘴，你笑容靚啲，啲牙齊整啲，你都會開心啲嘅人。同埋上鏡自己睇翻張相，覺得即係正常少少先啦，就係咁。